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9章。亚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的事，甲伊用刀杀死巴力所有先知的代志，拢甲亚西撇讲。亚西撇就派使者去甲以利亚讲：明仔载即个时，我若无处理的性命，亲像你处因逐个人的性命，愿神明加倍责罚我。以利亚惊着，就赶紧逃命，来到犹大的别是巴，将仆人留伫遐。伊家己伫旷野行一日，来到一丛罗定树骹，就坐伫遐求死，讲：狗仔啦，上主啊，但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。伊就倒伫罗定树骹困去。有天使来答伊，讲：起来食。伊仔一个看到头壳边有用热的石头烘的饼，阁有一盘水，伊就食就啉，阁倒落去困。上主的使者第二遍阁来甲答，讲：起来食，因为路还真远。伊就起来食，起来啉，靠即遍食会力行40暝40日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伊到遐入去一个洞，伫遐过暝。忽然，上主的话临到伊，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伫创啥物？伊应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还孝想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出来徛踮山顶，伫我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经过。伫伊面前有大搁强的风，山崩照你，毋过上主无伫风的内面。风了后有地动，上主嘛无伫地动的中间。地动了后有火，上主嘛无伫火中。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。伊仔听见，就用外衫黄面。出去徛伫洞口，忽然有声临到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伫创啥物？伊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个，因还孝想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原路倒去，去大马士革的旷野。到遐了后，就用油抹哈实做叙利亚王，抹宁示的孙耶户做以色列王，搁抹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煞接你。将来无互哈实杀死的，会互耶户杀死；无互耶户杀死的，会互以利沙杀死。总是我伫以色列中有留7000人，因的脚头污，毋捌跪拜巴力，毋捌用喙甲针。以利亚就离开遐，后来找到沙法的囝以利沙。以利沙拄伫犁田，伫伊的头前有12对牛，伊家己赶第12对。以利亚经过遐，将家己的外衫披伫以利沙的身上。以利沙就将遐牛放地，走去入以利亚，对伊讲：请互我大声甲我的爸母相识。后来就来缀你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你通倒去，就会记得
我有对你做甚物？伊莎就对遐倒去，杀一对牛，用套牛的气躯做茶煮肉，互众人食。后来，伊莎就起来缀以利亚服侍伊。